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新北市佮台北市拢有1例。台北松山区一间国中有学生胃着病，全校停课。气象局早起5点半发布强烈风台测试的海上风台警报，上紧下晡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哦。拜六礼拜对台湾影响上大。台北艺术大学宿舍员工昨开车要弄行政大楼，警方嘛伫个车内查到毒品，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新闻车先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新北市佮台北市拢有1例，佮有5个境外病例。下晡有458000剂 AZ 疫苗会送到位哦。指挥中心嘛指出讲，新北市幼儿园的确诊者拢是共一个传染源。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现在确定病例是2例，境外移入5例，那死亡个案有1例。那本土的病例这2例在台北市跟新北市。那今天下午我们有一批疫苗。是 AG 的疫苗45.8万剂今天下午会到那它的一个有效时间还是在110年12月31号。关于桃园这案例，从16119、16120。他的一个密切接触者，那在2采的时候应采197人，那全部采检完毕那全部都是阴性。新北的幼儿园这边还是维持没有再增加新增的案例所以看起来在幼儿园本身的这一圈里面，大概都是同一个传染源我们目前国内总计已经检出有121例的 Delta， 那其中26例是本土咱再来看台北市松山区的一间国中，有一个学生胃着病，今仔学校紧急宣布停课1天哦。这个学生有小弟小妹伫国小读册，迄班嘛拢预防性来停课。这间国中早起是表示讲，这个学生是住伫中山区，因为人无爽快去做 PCR 的采检，结果是阳性。下晡点半，全校嘛阁会做一届 PCR 的检验。另外，这个国中学生一个接触者是读松山区另外一间国中，有一班嘛先预防性停课。搁伫文山区有国中的教职人员甲台北市胃着病中风工人有去过共一个所在，嘛预防性的居家隔离咯。疫情搁再出现，台北市松山区有一间国中出现学生确诊，学校找到暗时发出紧急通知，10号全学校停课1天。但一透早也是有学生到学校，才知影今日唔免上课。就跟老师确认一下。所以因为你昨天很早就睡觉了，是不是？出现确诊者的班，全班29个人停课14天，其他23个班总共有624个人，9月7日有风性停课1天。确诊学生的处理人，有人伫小学读册，迄个班嘛有风性停课1天。线上居家学习，学校指出，确诊学生为开学到今一直拢有来上课，期间拢无镜头，一直到初九，伊的身体无舒适，去采检的结果出现阳性。因为要到本校的校队，所以学生有跨区就读的状况，是有胸口不舒服，但是在这之前，孩子完全没有其他的健康状况。据了解，下课后有一个家教班，那目前这个家教班是属于4人的小型家教班，目前也都进行匡列当中。联谊副总院长许家珍嘛来学校关心，因为下晡1点半，全学校要进行 PCR 采检，全部的学生分流进行，但确诊者的感染源对底来预调搁咧进行。同一天，文山区某国中出现停课的通知。那就教职员他是跟这个确诊者跟新北这边确诊者有这个足迹重叠。那中山区的部分是跟新北那个无关。老师的一个任教班级，3个班级预防性停课，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2，那星期3复课。好，那昨天晚上学校也请了专业的一个清消公司来做了全面的一个消毒。因为学校内底有教职员甲确诊者行到的所在有共款，必须要居家隔离。学校嘛随启动有风性的居家隔离，要接受的3个班90个学生停课5天，阁有1个幼儿园是有风性停课，其中有19个囡仔是有风性居家隔离。文山区这间国中全学校有将近1300个学生，除了停课，阁有10个学生临时请防疫假，学校嘛安排线上课程来维护学生的受教权。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再来看新北市幼儿园烧话事件，已经有27个人挖到病。新北市嘛扩大科人来采检哦，拢总嘛已经采检1454个人，全部拢是阴性哦，加在无人阁挖到病。新北市嘛阁有3间学校2000外学生，阁有11间补习班哦，阁会停课。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案件，总共有27个人确诊，引起大家的担心。新北市扩大科列采检，除了阳性个案以外，包括幼稚园有关，也有职场社区所有科列的对象，总共采检1454人。新北市长侯友宜初10早起宣布，全部拢是阴性，无新增加阳性个案。我们希望在扩大框内采检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让疫情能够稳定下来。所以今天没有新增个案。幼稚园群聚暂时无新增加。也若邦桥某一个社区，伫暗时继续动员清查，一直到初10早起采检813人 ，PCR 拢是阴性。卫生局会继续疫调。也若社区大楼埃及老爸甲伊共一天入境的大兄甲表兄也拢确诊。团讲因去过至少8个县市，差不多半个台湾。卫生局也讲，按照中央的指引，应该公布就会公布。那如果有外县市的足迹，我们都会通知其他的县市。那至于这个足迹是否公布，我们也会依照中央的指引。新北市校园应付Delta变种病毒，已经有13间学校5220人有风险停课，采检完成了，伫咧初10恢复上课。正下村3间学校2149位学生，加11间补习班继续进行有风险停课。因若台北市上山某一间国中有学生确诊，是毋是甲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有关系？新北市卫生局回应讲，台北市的疫情由台北市加中央来公布，若是有跨县市也会互相通知。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幼儿园烧话事件，有医师是表示讲，囡仔甲大人比起来，为着病重症甲死亡率是较低。有公卫学者嘛真烦恼讲哦，病毒会透过空气来传播，所以建议教室一直爱通风。新北幼儿园爆发群聚感染，国内感染症的专家表示讲，囡仔甲大人感染着新冠肺炎的风险同款，不过囡仔有较少的病毒受体，甲其他的新冠病毒交叉保护的因素，就算讲有着病，嘛拢是轻症较济。不过1岁以下的幼婴啊，都要特别张持。另外，嘛要防囡仔画着了后发生多系统发炎症候群，亲像喘气症，引发心脏并发症。1岁以下呢是可以比较严重，你看1岁以下，它有53%是可以 critical 意思就是说非常严重。可是呢，1岁以上基本上很少 critical。发高烧通常会超过3天，之后有可能嘴巴会很红，然后身上有疹子，然后手脚红肿。那这个是类似我们台湾儿童的川崎症候群。各级学校安心班拢煞咧开学，有真侪县市的餐厅嘛拢有开始会当落去用。有公卫学者就烦恼讲，新冠病毒咧话有真侪路线，不过改善通风环境，这是上界会互人忽略去的工课。假使若伫咧目睭周的空间内底无通风，便若有出现确诊的患者，安尼其他的人个真有可能会去画到，特别是这款 Delta 的变种病毒。排放这个病毒的人已经不在那个环境，别人进来也有可能去接触到。那这个在Delta 里面是更严重的。学者强调讲，室内一定要保持通风，要甲窗仔门泡开，也是讲甲安一寡抽风的设备，也佫会当来监测室内二氧化碳、carbon-dioxide的这个浓度度。若是讲会当尽量甲学生的学习活动，甲安排伫个外口。嘛建议大人甲青少年都要来注新冠疫苗。若是讲无法度注疫苗的幼婴啊，都要较接甲洗手、挂嘴瓮，甲个人的卫生的防护甲做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佫开始炭烧，目前的病例拢是Delta变种病毒，Delta已经进入社区了。学者表示应该赶紧针对病毒侦测、血清检测佮临床症状3种方式严格来执行，赶紧甲疫情控制落来。
最近中英航空有3个机师去挖到新冠病毒 Delta 的变种病株，刷落去新北幼儿园嘛出现这个群组感染，到初九已经有累积到25例。面对 Delta 来到香港介入侵社区，有学者就表示讲，袂当针对现有的确诊个案，还佫有不明感染的源头，就去判读这个稍微起伫甲关联度，应该是爱对病毒的来甲做侦测，还佫有血清检验和临床病症，只要这3方面同齐来甲落手才会当。对于那些会跟很多人接触的那些职业，那些职业可以定期的筛检，那我觉得可以弥补那个被动侦测的不足。病毒侦测率高的地方，阳性率高的地方，应该要做血清侦测。学者表示讲 ，Delta 病毒挖到真紧，会增加临床负担，所以讲都要早期做侦测，量早来甲医治，这就是真做上重要的目标。医师嘛讲，这边国内感染到挖到的源头是 Delta， 这嘛显示讲台湾边境的这个管了伤过松人，即系讲技术入来嘛查袂掉，埃及家长入来嘛查袂掉。为什么要居家检疫10天？因为我们的关口本来就该检验这些人到底他是不是新冠的病人，只是我们关口没有这个能力，给政府时间去检验，结果政府只记得关，忘了什么？忘了检。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检验再抓回来。我们现在的检验叫做多层次筛查，每天给你筛一次。好，你筛了阴性，你就给我，你到处走没有关系啊。你筛到阳性，我立刻给你关起来。医师认为讲，虽然注疫苗是愈来愈普遍，不过也是无法度来阻挡这款雄雄的感染。伫个国内疫苗采购的现实内底，全民要注2剂这有困难度。不过政府应该考虑讲，以关死亡风险的这族群爱大声来甲注第2剂，嘛要互其他族群同款来注第1剂，爱安尼做才会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强烈风台灿数愈来愈挖近台湾哦。早起5点半，嘛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风台上新的动态，咱来听气象局伫下晡2点40分的说明。那灿数台风目前的位置呢？大约是在鹅銮鼻的南东方，约530公里的海面上。那以强度上来看哦，它比较上午的时间的话，强度是有明显的增强。那近中心最大风速现在到达每秒58公尺，那暴风半径也扩大到200公里。那从路径上来看哦，它会直接的朝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的方向上前进，那对我们的巴士海峡、东南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已经构成威胁，而且它目前的强度上来讲是增强的哦。那预计未来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它的强度有可能是在强烈台风的下限，或者是轻度中度台风上限这样的强度来接近台湾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强烈风台灿数哦，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气象局表示哦，上紧今仔暗时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哦。暗时开始，对台湾的东半部、北部佮有南部部分所在就开始有影响咯。有气象专家嘛，预测讲风台应该会伫拜六下晡影响到台湾的陆地哦。拜六到透早到礼拜暗时影响上大。拜五透早，无风无摇，日头正大。花莲港2只小海洋船趁着好天气，灿数风台入境前出港。因为初10下晡都无要搁出海啊，准备甲船把握好，防范风台。那今天我们预计下午的航班可能就开始做停航的动作。明后天2天哈，那基本上也是在停航的状态哈。气象局表示，会当伫风台登陆前18点钟，就已经先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而且拜六一加12礼拜上挖进咱台湾，主要影响范围是东半部、北部一加部分南部地区。气象专家表示，最近这几年来已经正罕的有强烈风台侵袭台湾。最近一届强烈风台是2016年尼伯特风台，迄个时阵造成农作物损失超过9.6亿。这届灿数呢做定律，大风大雨对咱台湾影响真大。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一个强烈台风侵袭台湾，当然它接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稍微减弱一点点，大概是中台的上限将接近强台的下限这样的一个幅度。气象专家表示，而且灿数风台路线会搭伫台湾东部外海行，依照过去的经验，只要挖进东部外海，款流受到地形，特别是中央山脉产生高插的影响，到时阵可能伫花莲还是往北一点嘛，宜兰附近登陆。基本上全台湾拢有机会互暴风可贵的大潮的，风雨会真大，东半部头一个钓到。
预测拜六甲礼拜影响上大，礼拜规工东半部地区也甲北部地区有停班停课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洪台要来啊！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去婚姻的合作社视察，院长是提醒讲爱做好洪台的准备哦，尽量唔通去影响到民生的消费，因为疫情又搁开始炭烧，过来敢会搁提升做三级警戒咧。苏贞昌是表示哦，目前是搁无提升做三级的条件。新鲜的菜色排归道，工作人员无用称重包装，强烈风台灿树伫要来，带来一寡大风大雨，也互农业城市赶紧做准备。行政院长苏贞昌初10早起前往农业大馆婚林，视察合作社的采收也甲包装作业。碰到台风、灾害等，我们都要用最大的努力来减少农民受灾、农业受损。农委会对于怎么样加强防灾、减少损害，同时如果有任何损害，我们也会要求农委会给予大大的帮忙补助。风台都还未到，菜价已经有较起啊。以台北农产数据来看，初9蔬菜平均价是44.96，初10是47.9。苏贞昌是讲，这个时阵各方的调节拢真重要，希望会当做到农民有利润、少灾害，同时互民生消费原来当得到保障。但是最近双北疫情反苦，校园陆续传出着确诊也甲停课的情形，也互外界烦恼是毋是会阁提升到3级警戒。长荣机师的案现在也已经稳定下来，而幼儿园的案我们也没有再扩大，并且这几天也都只有个案。我们也呼吁国人同胞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会随时注意各方面，目前没有升级的条件。苏贞昌是讲，目前无升级的条件，也感谢国人配合防疫，希望大家继续努力，莫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伫8月初伫落大雨嘛，做大水哦，即马风台搁要来啊！高雄市环保局针对下游淹水的路段，加强来摒扫清水沟。水利局嘛已经传好134台的抽水机，嘛先甲15座的地方池的水拢排掉。望讲大雨若是一直落，还袂造成淹水。清洁人员用冲击工具将水沟内底的绿光膜仔杂物抽出来。高雄左营区新庄1路甲华夏路口，进前拄着强降雨，就真敖积淹水。风台惨秋拜六礼拜就要来啊！环保局唔敢大意，用1礼拜的时间加强清理市内高淹水的路段。整个辖区里面易淹水的路段，赶快去做检视。那如果有发现有淤积等等的，就要马上处理。那包括泄水孔的部分都会全面赶快清理，希望在台风来临前赶快处理。高雄今年拄着几啊摆强降雨，水沟未复排水，互真侪路段出现积淹水的灾情。像海印中心外口的公园2路，就是高淹水的路段之一。10号透早，清洁人员伫附近无淹清水沟的绿光膜仔，水利局嘛伫遮事先设好移动式的抽水机。市政府已经在永安、弥陀以及冈山的部分先预布了移动式抽水机。如果移动式抽水机届时尚有不足的部分，还会向经济部水利署来申请调度。为着防止淹水灾情，水利局除了大量设抽水机，嘛事先排空市内15个地方池，避免拜六礼拜风台若出现大雨，会使欠上大的水量，争取地方的时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风台已经接近东部的海域，伫台东外海嘛已经有将近2公尺悬的海涌咯。渔民嘛赶紧甲渔船啊绑好岸咯。伫东河乡的农民已经抢收7-8成油啊，佮有伫要采收的在顶哦，已经结果也毋过年底才有通收。农民是讲哦，望讲天公伯啊会当保庇，互伊年底有通收成。伫日时台东县天气也阁真好，不过外海风影是愈来愈大，河江北岸已经有一阵的大影拍起来。暂时风台即马已经是强烈风台，河江渔港渔民一早起就赶紧用锁啊，甲渔船绑好岸。因为气象局讲，这边风台真大，真侪渔民拢甲船开入去渔港内面避风台，规个渔港内面开甲满满。好，捡到啊！大家拢钓起来咯，大家拢钓去那边去啊。风台愈来愈晚，东海岸、东河乡整个问担忧，农民已经开始一个抢收，这2天已经收了7-8成，正伫咧装箱。也毋过，柑仔类的水果王都在顶，年底才有法度采收。即马讲一粒一粒吊伫咧树仔顶也袂熟。即马风台要来啊，农民会当做会防雨有限，只个希望天公伯啊斗3工，灾害莫上大。
套袋落去啊，再就是等收割啊，但是若去有台风收割去，就什么反拢总无啊。台南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开2级，宣布海华、溪流甲山区拢是管制区，禁止民众挖掘。县府也希望民众赶紧做好防范风台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林的农渔民嘛，赶伫风台来进前，会当收的农作物就赶紧收收的。渔民嘛，甲饲的蚵仔先收收回来，收偌济算偌济。虽然目前也毋是西石油采收上好的时机，但因为产输风台特别来，岛内的农民惊时到若扫大风、变大雨，规年的生活就拢无有。但是惊叹风雨未来进前，加掉卡手来收收。台风要来了啦，然后我们把就是可以采收的果，再巡视一次，不要去就是浪费这个辛辛苦苦种了1年的东西。对，可以采收的我们就尽量采收，还没到的也是要看天了。另外，还有菜叶类的菜西山区8月初拄当大雨受灾殃，捌创下今年菜价上贵的纪录。打1个月后，拄正当要等收成，搁当着风台扫来台，真侪农民是自清早就赶紧落田去收菜。还免到5点半就要到田里了啦，都过下啦，平平啊，安尼好这农吼都欢喜啊啦，安尼偌好啦。同款惊受影响的也有婚姻沿海渔民，已经早一步先甲挂海一浪一浪的蚵仔收回来，就是惊万不利若风雨大，蚵仔病互海水冲走，就无蚵仔通好收成。中秋要到啊，有收较济无？有啦，有收较济啊，但是风台若来散了，就少到1分8杯啊。当地蚵农表示，今年蚵仔受到前一阵大雨影响，整体产量比往年同期较少。目前产地计数大概维持在每斤160至180，也算是真好价。但避免中秋损失愈重，蚵农也是赶紧出海收收，希望通收偌济算偌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北马其顿亚症病院做火灾哦，已经造成14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卫生部长嘛已经辞职，起火原因搁调查哦。初步是认为可能甲上述的供应系统有关系。大火爆发了，敢是另外入去现场鉴定？检察官办公室讲，死者内面无医护人员，因过因为死亡的是新冠病毒的患者，怀疑验尸爱特殊鉴定，会较开时间。当局开紧急会议，卫生部长请辞。总理佐兰上耶夫伫社群媒体讲，这例亚健病院先是爆炸，尾啊导火。当地媒体报道讲，有可能是上述供应系统出问题。Nema nikakov indikator da ova je napravljeno namerno, s cel da se postigne nekakva druga politička cel. 崔尾暗伫咧泰托沃的亚健病院突然间发生大火，拖了正紧。有一位消防人员讲，因赶到现场拍火，才15到20分钟，内面的设施就拢烧了了。虽然有救出一寡人，不过内面有真侪尸体。北马其顿这份疫情正严重，200万人口内面做过2剂预防射的无到30%，自8月底到今，确诊甲死亡人数增加正紧。泰多沃就是重大疫区，当地病已经无法度负担，所以启用亚健病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伫初9宣布新的疫苗政策，联邦政府员工、大型企业、各医护人员拢一定爱注射，也是每礼拜爱做体检，无得爱罚钱，嘛会防死头路。美国的洛杉矶学区嘛规定讲，12岁以上的学生啊，年底之前得爱做好2剂疫苗。根据拜登初9宣布的疫苗新命令，所有联邦雇员、包商一甲合作厂商，另外强制注疫苗。100人以上的企业，确保员工完全爱注完。每礼拜至少1届体检。劳动部也要求雇主必须爱互员工有薪假去注疫苗。估计受疫苗新令影响的差不多有1亿美国人，相当是全美国2/3的劳动力。这还是拜登就任了后上严格的防疫手段。若是有人拒绝，会面临罚金，也是互人死头路。拜登甚至阁强调，对一直唔愿意注疫苗民众耐心有限。What more is there to wait for? What more do you need to see? We've made vaccinations free, safe, and convenient. The vaccine has FDA approval. Over 200 million Americans have gotten at least one shot. We've been patient, but our patience is wearing thin, and your refusal has cost all of us.
若是美国目前面临的防疫困扰，就是12岁以下囡仔无疫苗通住。拜登要求学校爱依照防疫指南来执行，包括着挂喙罨、教职员爱注射，也是定期体检，维持良好的通风设备。开学季才拄啊开始，就拄着真大的阻碍。学生囡仔感染增加真侪，也有部分的州为着上课是毋是爱挂喙罨一直吵。德州康纳利独立学区最近有2个老师感染着不治，这区新增加病例、住院也甲死亡人数增加真侪，囡仔原来受牵连。即马这个学区规定，进出所有的基础设施机构一律拢爱挂喙罨。Those under 5 years of age and unvaccinated teenagers appear to be presenting, at least some of them, with a more severe acute illness, is requiring critical care in our pediatric ICUs. 全美国第2大的洛杉矶学区经过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12岁以上的学生囡仔，伫11月2日之前注第1剂疫苗，12月19前爱注完第2剂。有加入运动校队等实体的课外活动的学生囡仔，都爱搁较早，10月初3之前爱注完第1剂，31之前爱完全注完。估计目前洛杉矶学区22.5万的12岁以上学生囡仔，也搁有8万人还未注过疫苗。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古巴政府初日开始帮2岁到11岁的囡仔注因国产的主权2号疫苗，这嘛是全球头一个帮幼囡仔注疫苗的国家。依互另外替囡仔注防射，古巴政府伫咧初日开始替2岁到11岁囡仔注国产的主权2号新冠预防射，互囡仔会当重新登记学校。古巴也将做全世界第1个替2岁以上的囡仔注预防射的国家。Muy importante la vacuna que se le está poniendo a los niños, porque es un motivo más de alargarle la vida, de evitar que desarrolle una enfermedad grave de adquirir el virus. 古巴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万人至少注过1剂新冠预防射，注射率超过50%。伫开始替囡仔注预防射了，目标是11月中重新开放边界，并且达到90%的注射率。Lo desarrollamos sobre la base de plataformas de vacunas infantiles y por lo tanto nos fue mucho más fácil avanzar en población infantil que con el resto de las vacunas, que son vacunas nuevas, con las cuales hay temor incluso de que pueda pasar con la población infantil. 因那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伫催告讲，目标是伫咧年底进前，踮欧洲授权使用4种新冠预防射，包括俄罗斯的史普尼克甲中国的科兴疫苗。Then we got the Sputnik and the Sinovac vaccines, and for these vaccines,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company has been quite constructive, but it looks like there are more data that need to be submitted to us before we can progress with the different rolling review. EMA 同时也伫咧审查德国生技公司的 CureVac 疫苗的数据，也有辉瑞甲莫德纳疫苗所提出的第3剂预防射的申请。不过 EMA 伫咧顶礼拜八讲，若是无必要，唔免对注过2剂预防射的人搁注第3剂。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昨昏台中大艺有里长领导100外个人的旅行团违反着防疫规定哦。今仔又搁传出讲，台中市有一间国中有175个老师学生伫高雄屏东户外教学，人数嘛是违反防疫规定。学生伫咧镜头前欢喜毕业，台中市北势国中3年级举办3天2夜户外教学，来高雄基丁、游乐园甲屏东垦丁佚佗。7个班师生总共175个人，用餐虽然拢有假帮梅花座，但是却是违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告的室内上限80个人。消息传出来，民众议论纷纷。是比较不适当啦，万一如果说真的有疫情的话，当然是这个是比较不 OK。但是因为学校都已经安排了，那你说大概在室内的话一起用餐，是可以有解决的方式，是可以分批的啦。台中市防疫规定比全国更较严，8号市府宣布学校1个人确诊，全学校停课。但是9号马上传出大雅区里长、邻长134个人出游，现在又有高中户外教学的争议。校方现在是赶紧分流营运，每一个景点活动拢以1个班为单位，人数大约20至28个人，用餐时室内80个人为上限，分配来食饭。
剩下的行程我们都是以这个分批分流，然后以班级活动的方式进行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个班大约都不会超过30人，我们大概有20到28人左右。本局会行文纠正该校，并且函文各校，要求各校依照组团的人数的规定呢，去办理户外的教学。务必请各校落实做好相关的防疫规定。台中市新闻局表示，各级学校举办校外教学无需要向教育局汇报，所以目前也搁伫咧调查有偌济学校准备出团。不过，根据教育部国民中小学办理校外教育实施原则规定，校外教学计划必须要送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备查。台中市府的掌握敢若慢半步。记者台中报道。中央宣布8月20日开始开放病院探病，也毋过爱有3天内底快筛也是 PCR 阴性证明哦。也毋过台中市缺失认定病院的快筛证明，家己要来采检的就无准算。意思是认为讲严格认定是为了避免病院内底的感染哦，应该是必要的。市政府嘛强调讲会甲病院来协调快筛的介绍。病院快筛站外口，民众排队等要做体检，因拢是准备要来做自费快筛。等待的时间是真长，民众虽然感觉麻烦，不过也只好接受。肯定麻烦啊，最好是有一个机构能够，比如8个小时或怎样，你去就可以随时做啊。便利商店买那一种自动这个自己快筛的部分，我是觉得会比较方便一点。民众讲为着摕快筛证明，就搁承受群聚的风险，也有民众不满，表示因为要陪断医2礼拜的亲人，逐摆就要开900块做快筛，造成经济负担。不过，根据中央宣布，对8月20日开始，若要看病人，嘛会当使用家用快筛。但是台中却干那认定病院的快筛证明。假设他今天是做一个鼻咽的浅部或者是鼻子的筛检，它其实准确率也是不够。那在医院的部分，至少我们是由医疗人员筛检，所以我们会遵照我们的 SOP 去做。医师表示，就算是病院的快筛，也会有假阴性，也是假阳性的情况。家用快筛可会因为采检的方式无同，造成争差。若费用的部分，家用快筛一个大约200-300块，病院快筛一个700到1000块。虽然效期拢是3天，不过病院的费用决出2到3倍。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会过来做协调。家用快筛结果认定仍有疑虑，弹性给予各医院评估风险是否采用，并函报卫生局核备。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家用快筛的认定较有疑虑，也较歹确认身份，所以才会特别要求采用病院的快筛。接落来也会协调费用的部分，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又搁开始反考，有一寡大学嘛已经宣布讲，开学一开始的2礼拜会先线顶教学，也毋过准备要住宿舍的学生啊是要安怎办呢？每一个学校有无啥共款的做法？华人的东华大学就安排学生啊10月13开始到学校上课的时阵，迄当时啊宿舍才会开放。伫咧开学前3礼拜，大师大改做线顶上课，学生囡仔甲物件搬去宿舍了后，空课室就准备要回故乡啊。改线上在家里上也可以。疫情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影响？就是让你觉得干脆赶快先回高雄这样？当然有啊，就是台北比较危险的感觉。在台北如果不能去人多的地方，那还不如就直接在台南就好。大师大决定9月22日开学了后，前3礼拜实行线顶上课，一直到10月13。学校表示，包含心理学的学生，9月12到10月12这段期间，拢会当搬入来宿舍。另外，伫咧花莲的东华大学也实行3礼拜线顶上课，10月12学生才会当入去宿舍。因为学生要入住宿舍，他只要来花莲的话，他买那个大众交通工具呢，就是火车就2个星期，所以也就尽早通知学生，在2个星期之前做提前的一个通告。台湾大学今年有4000名大学1年的新生，超过一半要住宿舍。本地9月14就会当搬入来。学校即马是甲时间延后到10月12到10月12，而且也着爱分配搬入来。若准备提早搬入来，就要另外做申请。也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会较慢发作，学校也当咧讨论境外学生入去住宿舍进前，敢爱做快筛或者是 PCR 采检。境外生14+7之后，他如果入住宿舍，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让他们，就是先到医疗院所做快筛，确定阴性才能入住。太太表示，目前要是入去境界，台北市也有出现病例，学校会根据疫情做变化，随时做调整。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艺术大学一个宿舍的管理者，昨下晡4点外开车要弄行政大楼哦，警方后来伫伊车里嘛查到毒品哦。伊讲伊最近因为工作表现了无介好，互学校纠正，所以才会安尼做。后来伊嘛互以毒品佮公共危险顶罪，经罪哦移送地检署侦办。这台银色的车开入去学校，长期的凌行道，佮想要冲撞行政大楼，车掉伫咧楼梯，无法度震动，万马规拢冒气。安全规矩也别开，驾驶落车了，对车是各踢各站，情绪失控，佮发甲正大声。警方到现场了，情绪也是真激动。落甲付掉伊。警察对伊做酒测，数台是0.09，现场也佮查到大麻花，也佮吸大麻的器材。学校内面学生也看到规个过程，这个查甫人竟然是学校内面的职员。我自己是只知道他是宿舍舍监。一开始是比较担心的是不是有摩托车被撞到哪里，但后来听旁边人讲，应该是跟学校有纠纷。代志发生伫咧初9下昼4点外，一位姓李的社监开车到台北艺术大学，警方讲，伊讲几工前因为无去上班，互学校纠正，心内真不满，恐吓校长，佮开车挡喺学校内面，好加载。迄当阵也未开学，车也掉伫咧楼梯间，无人受伤。全案1，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恐吓、公共危险罪，已请侦办。北艺大讲，这位社监伫咧学校服务超过13天，表现真好。不过自这个月开始，情绪真无稳定，常常无来上班。对伊的脱税行为引起学校的安全的疑虑，学校讲真违宪，尊重司法的处理。因那社监是毋是人继续伫咧学校上班，会搁再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警察伫什么时阵才会当用枪？常常有未解的争议。警方为着要互警察当做出正确判断哦，特别设计一套有真侪无共款状况的模拟系统，互警察实际来接受训练，做出应变。那么，做回来了解。前方向。教官详细来解说模拟系统的细节，刷落来就换学员实际举枪上场。枪声配合着画面，模拟警方执勤的时阵可能会拄到的各种状况。训练员赶紧把枪拔出来，补充枪支，用上短时间准备射击备战。透过模拟体验，大大提升警员对实战的心理准备。等于是得到一些经验啊，然后我们有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应对。像我刚刚在那边模拟，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我自己也会觉得好像有点反应不太过来，就是甚至连喝令他把刀放下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反应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执行来讲，如果在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是蛮有帮助的。用枪的时机到底要安怎判断？长期以来，互基层的警员是真困扰。为着要提升警员执勤的时阵面临各种状况会当应变，警方设置电动侦警互动训练，有2000多种状况的剧本，会当考验警员的临场反应。也希望透过模拟训练，互警员伫面临危险的时阵会当赶紧反应，避免性命受到威胁，也有后续诉讼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8月初开放的当地餐厅内底用餐，台北市交通大队就发现讲，8月份啉酒赛车案件计共有175件，是比7月份增加143件哦。警方呼吁民众防疫虽有放令，也毋过啉酒赛车的处地并未放令。你味道蛮重的哦。对啊，味道真的还蛮重的。你有喝其他的吗？我们喝2杯啤酒，然后有加其他的酒杯。有朋友帮我倒一杯 whisky。民众亲像是啉酒赛车叫人砸落来，面对警方问，伊讲这是2点钟进前啉的，不如个警方有闻到高嘟嘟的臭酒味，一个甲酒抽起来，果然已经超标。台北市8月初佫恢复伫个餐厅内底会当食物件，民众佫拢按烧酒去遐食。安尼嘛，互啉酒的机会加真侪出来，有人食姜母鸭，佫加啉几杯米露落去，安尼就已经马西，所以又佫想讲要来啉酒赛车。2罐500cc， 那姜母鸭喝几碗？他们要早喝的啦，大概喝2、3碗。是全酒的吗？全米酒的吗？我不知道它怎样烹调的，反正就是有，就是感觉有米酒的酒味。根据台北市警局交通大队的统计，今年8月处地这个啉酒赛车的案件有175件，比7月增加143件。数据嘛显示讲，
规工每一个时段拢有发生过啉酒赛车的案件。针对早上宿醉、午宴、晚宴饮酒等不同时段潜在族群，将持续不分时段全天候取缔酒驾，强力执法。规工安排啉酒赛车处地勤务，针对这个醉驾透早、中昼长，也是讲暗顿有啉酒，这个无同的时段，会针对这款族群的人，甲家中处地，嘛呼吁民众讲，唔通结外想讲要啉酒过来赛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妇人人伫真侪当前，因为零检肥茶造成肺部纤维化，2当前变甲愈严重，爱做肺部移植手术。也毋过要等到有人捐器官是真困难，佮加上疫情，即摆是无法度伫其他县市来做手术。目前嘛，佮有10个病人会等待肺部移植。行路轻松，佮会当跳舞，这是68岁林女士过去毋敢想的日子。伊是高雄中坑第1位肺脏移植成功的病人。10几当前，伊啉减肥的茶，茶中的成分造成伊的肺部纤维化，2当前肺功能慢慢恶化，24点钟拢要挂着呼吸器，就算仪器帮助上远嘛袂当行超过150公尺。医生建议伊爱动手术，伊伫咧今年2月来动手术，手术了后状况拢真好。人生重新开始就对啦。啊，感觉也袂喘啊，本来拢会喘，爱带氧气，啊，出门就爱带氧气出门，足无方便的。啊，即摆含恁共款正常人安尼。医生讲，肺脏是伫咧疾病也是事故当中容易受到感染的器官，真歹看无。新冠肺炎的疫情了后，还佫有确诊者嘛排入去等待着肺脏移植的名单当中。外伤啊，或者是脑出血才会造成脑死。那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并发肺部的感染。有的时候是吸入性的肺炎，或者是外伤造成的肺部的这个感染或者是衰竭，那这样的肺其实都不能用。中科表示，肺移植要活落来的几率，伫2017当了后，已经为5-6成增加到8成以上。不过，要让这个手术会当推广，除了技术要精进，也是需要更加侪民众愿意来捐赠。记者王柳婷、明昭宽高雄报道。非洲伫这病毒已经传到台湾，关务署表示，对8月23开始，对越南、中国这一区进口废品拢会一件一件来检查，结果嘛是发现有69件118公斤对一区进口的猪肉制品，已经有2间业者停业处分了。边境变成非洲猪仔猪肉制品入侵的破口，关务署为8月23号开始，为疫区越南、中国等国家入来的废品是搭配来加盐查验。嘛袂当并带来通关，但嘛是有业者继续来违法，为这疫区快递猪肉制品有69件118公斤这么多，关务署要祭出停止营业的处分。大概会有2家，大概最近会给它停止营业。那停业的话，我们会根据它的案情的大小，我们会给它停10天，可能停20天，停1个月。关务署指出，国内越南移工有需求，加上有利可图，嘛受业者透过网络来卖。农业会嘛承认，边境要100%阻止这疫区猪肉制品入来，困难度非常悬。就算抓到，嘛无一定会当动发，因为有的民众会讲，唔知影有这个产品寄过来。你如果是网络订购的，哦，你是自己是订购人，你可能有违规的一个情形。哦，那你如果是亲友寄进来，他可以说我不知道。边境100%封堵的挑战非常大，农业会讲一定要继续封锁国内封线，除了加强查越南等移工的商店，喷饲猪嘛是最后一道封线。副主委黄金城表示，未来1礼拜是关键，若国内饲猪场无发现病毒，会当研判达到初步封堵的效果。有关禁止喷饲猪的政策是毋是要来延续？估计是会伫后礼拜3进前来宣布。记者林俊王德新台北报道。来看桃园市目前有8个社会主体工程，其中有7件进度是拢慢真济哦。主体处是表示，因为疫情欠工真严重，才会延期。嘛强调讲，等工人有够，会尽力来赶进度。建筑工地工程一直在进行，通市第1阶段所推广的12位社会主体，已经有4位完工，陆续有人住，8位还阁在施工。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欠工真严重，除了中立1号以外，7位工期拢延误。这边的一个出工大概都是新北市跟桃园地区的一个工班。那工班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所以有一些工种他们就比较不愿意出工，那连带的出工数就比较难掌控。
同市审计处原来提出审核意见，认为兴建社会主体的进度无亲像预测，也点出租金补贴分级制度也有待落实，应该都要加速社会主体的供给，也甲办理各种的社会主体补贴。目前我们桃园社会住宅的基地处于施工中的，总共有8处，有7处的确因为缺工及疫情的影响而 delay 约大概1%到3%之间。主题发展处表示，施工中的社会主体大部分的营造材料拢已经提早半年准备好，只要疫情较稳定，也甲劳工市场有较正常袂欠工，都会赶紧甲进度小赶一下。社会主体互人入来大的时间，也会看工程进度做变动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委员会捌承诺讲，每一个部落拢爱有自会场所。花莲县政府嘛按说要帮35个部落来起自会场所。丰年的中兴部落就讲哦，县政府讲要起自会所，已经讲要8档了，也毋过到达，阁无消无息。花莲景安乡南华部落自会场所顶个月动工，不过花莲县境内有真侪部落的自会场所，抑阁伫咧计划中也未动工。像丰年镇中兴部落，经过3年头目，8年来拢无动工。从102年到110年，8年的期间，每天的盼望老人家也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到目前已经有将近16个的老人家耆老也离世了，看不到部落聚会所的成立。县府原面处讲，中兴部落自会场所因为选的所在土地登记是特定事业用地甲林业用地，就要变更了才当用。会努力达成每一个部落拢有家己的自会场所。花莲县政府在108年7月有争取到80万元，要来给中兴部落办理聚会所的用地变更。那这个用地变更叫做兴办事业计划，已经在今年的7月我们核定。在这个用地变更完，马上来展开规划设计。县府讲，自105年开始向中央争取4亿5千多万的发动基金，协助30个部落起自会场所，目前已经完成6个，14个正伫咧起，也未动工的有6个，剩的部分也阁伫咧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屏东沿海东港琉球阁南州3个地方3年1颗的赢王，也毋过这个祭典哦，敢会违反防疫的规定咧？屏东县政府是讲哦，庙方有讲一定会遵守防疫的规定。热烈的炮啊声，庙方人员甲一大包的糖仔饼拢总压落去，庙埕人客人，民众挂袋啊甲纸箱抢食的糖仔饼。现场要送出3000斤的糖仔饼给乡亲，这是琉球乡王尊祭典的传统。打下去像打很多鱼儿，人家在讲捡糖果，就是像那个鱼很丰富，很多都在跳这样。打糖果都5、6千斤，今天多小，它都没有超过3000斤。小琉球赢王有100年历史，今年拄着疫情延到12月。庙方也是顺鼓励，新举办王尊进水典礼，由贵宾替王尊点检、护水、起房，因为是地方的大代志，真侪乡亲拢回来参加。三农宫呢，在前几天有报防疫计划到主管机关，全员戴口罩，手喷酒精，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人数呢也控制在300人以下，一切都符合规定。3年1颗赢王虽然规模缩小，信徒抢糖仔保平安，嘛爱做好防疫。记者陈嘉文、罗伟哲，屏东报道。连续7档摕到南投县杰出演艺团体李靖峰歌戏团，今年下半年会伫南投巡回演出。因的剧情哦，毋但有在地历史，阁有地方现在特色，望讲会使透过戏剧来倒推销在地观光。今年顶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侪活动拢停办延期。南投在地李靖峰歌戏团伫下半年要推动乡镇的巡回演出，播一出《碧鸟雕凤》又报道。伫演出时，佮改编歌词，推销在地观光，融入在地特色，在地的一些农特产或是他们的观光历史。那今仔日阮伫咧草屯呢，这个歌词就会写着讲，草屯出名草下墩，也有宝岛时代村，呀麻糍好食，芳阁醇，在新爷庙世界第1尊。
甲歌词结合南投真军历史，写出在地特色故事，观众拢看甲真欢喜。就算伫疫情期间，乡亲也是真热情，做好防疫措施来看戏，甚至有民众专工为北部落南来参加。我觉得不管是本土或是走京都市的路线，我们都会很支持。因为老师演出很好看，然后就是让年轻人可以更多就是学习的文化。然后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服装都是就是颜色也多彩多姿。李靖宏歌戏团表示，希望透过红红下凡的剧情，替台湾带来好格调，毋望疫情会当赶紧结束。接落来10月初2也有精彩演出，希望民众小少来看戏，用艺术推动在地观光。记者综合报道。过来食物医师的制度已经实施5档了，嘛正受到农民朋友的肯定。公司第一台青春咱的网，伫即礼拜六暗时7点半要带大家来看食物医师是安怎来帮这的食物看病，教农民来防治白虫害。这个是种下去马上下雨，这个是下雨完再种的。对啊。种了这个是大瓜还是小瓜？伫田林认真听农民拄到的问题，这2个少年家就是美浓农会的食物医生高培林和陈元敦。农民便若拄到病虫害，就会来找因，除了帮助作物健康成长，嘛要照顾土地。但我们现在比较常跟农民接触的话，就是帮他选药啦。其实这块田就是你一直要种的啊，你如果因为下很重的肥料让它坏了，然后你自己之后也都没办法再种了。高雄美浓和台湾大部分的农业同款，一年四季的作物真多，所以农药和肥料的使用是介重要。但是少年医生对外地来到地头青所的农村，要安怎得到农民的信任，又阁是另外一个挑战。惠林拄入来的时阵，我想讲，农民第一个质疑就是讲，哈，你足够读册，你台大毕业，可是你敢有尽责过？你敢有了解？好嘛是爱直接甲农民到田园内面的时阵去了解。除了病菌和害虫，嘛因为天气甲营养分的问题影响收成。伫日常看诊的工课以外，培林甲元敦有那定定性格顺产水，到问题样本慢转去，透过科学机器斟酌观察，定正解决农民的问题，嘛建立人甲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像植物医师若会当继续做落去的话，我嘛会使佮继续帮助无共款的农民，互因种了较欢喜，嘛收较济，较轻松安尼啦。运用专业确定病虫害的源头，帮助农民做好防治的工作，唔但通减轻土地的负担，嘛兼顾维护农民的健康。食物医生的制度虽然才开始，不过这个少年家用家己的实践，豆豆啊开阔有限土地的路。记者卢尚如、林建如高雄市报道。食蒜头的好处是真多哦，婚林四哦，最近有蒜头哦得到婚林优良农产品的认证哦，嘛做出真侪蒜头相关的产品，帮讲会甲四哦的蒜头推广出去。婚林四哦的农民林丰志转来高雄了后，就开始推广家乡的蒜头，而且佮打造一个品牌海味蒜，得到婚林良品的认证，因也一直推出新的创意产品。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参加评选。一直到前阵子不久才拿到这一张证书，得到云林县政府的认可，这样子他会帮我们来将我们海口这边的蒜头推荐给大家。为着要让大家更加了解食蒜头的好处，林丰志也推出线顶平台，伊也把蒜头的模样翕起来，详细绍介各种得到肯定的产品，帮把四欧的蒜头推销出去。我这边就是透过过去的经验，就架设了一个网站，这样子就可以协助大家将相关的产品上线。那之后，它可以直接在云端在线上360度先看各个农民的蒜头。四欧是蒜头的主要产地之一，林丰志也希望透过这款经营模式，让愈来愈多人支持这的蒜头。记者综合报道。特别中秋咯，也毋过嘉义县一寡庇护工厂的礼盒，受到疫情影响，销路拢比旧年较歹，即马大概是头毛的少。庇护工厂的校员，大家拢真专心咧无用手头的工课，有人凹纸壳啊，嘛有人咧做饼。嘉义县面向落地基金会深深奖励校员学功夫，增加收入，嘛增加对因家己的认同。可以得到他们的成就感，说哦，原来我们也
跟成一般的人一样，可以做到这种能力。中秋节就要到啊，嘉义县的碧螺工厂拢希望透过制作礼盒来增加收入。落地基金会讲，感谢一寡大企业的支持，最近佫增加袂少订单。不过，嘛有较细间的碧螺工厂讲，到单的订单也是比去年减1/3。往年有，比如说有50家中小企业帮我们订过，今年大概剩下1-20家，落差非常大。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失业了，没有工作了。因为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饼干这种东西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就不会想要再去添购这个手工饼干的部分。嘉义县的碧螺工厂因为这2档疫情的关系，经营是愈来愈困难。嘉义县罗岗村的发展处呼吁各界会当支持碧螺工厂，让社会弱势的人会当继续来有较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